村屋或者獨立屋一定要裝獨立電錶先至可以幫自己電動車充電嘅咩？講咗個答案俾大家聽先啦，係唔一定需要申請獨立電錶㗎。嗱，我用我呢度嘅例子答你，究竟我點樣拉線幫自己嘅電動車充電啦？由屋入邊嘅 panel 攞電喺呢度拉線出面，出咗嚟之後，跟住呢條線一路拉落去，最後嚟到泊車位置呢度就可以叉電啦。啱啱示範俾大家睇嘅方法係眾多可以幫自己電動車叉電嘅方法嘅其中之一啫。個好處就係你完全唔需要經過電力公司嘅審批之餘，亦都100%合法，因為簡單嚟講，佢只不過係你間屋嘅其中一件普通電器。仲有其他方案，包括呢類型嘅工業用防水豬嘴頭啦，又甚至你如果室外有洗衣機、乾衣機嘅13A 插蘇，其實都可以用嘅喎。裝得到獨立電錶當然好啦，電費平幾毫子之餘，而家電力公司仲有呢一個凌晨嘅電費優惠。但係就算申請唔到獨立電錶咧，都真係唔代表世界末日嘅。其實有好多方法可以幫你嘅電動車叉電。你要記得，你嘅車只不過係一件電器，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叉得快，可以叉得慢，但係一定叉到電。